你好，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台南市政府全力推动公共运输环境，除了过去已经有相当基础的干支线公车，近年来嘛推动照顾偏乡上温度的小黄公车。现在高雄局进一步透过科学分析，将市区公车的路网重新整理，以厝边公车甲都会公车建立完整有效率的服务。现在的市区公车路网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新兴的重划区没有提供服务，那第二个是路线过于弯绕，第三个是路线有些路线呢过于长所以我们透过这次的优化调整呢，我们先服务新兴的重划区提供触屏公车之外，我们会推出另外一个新的识别系统是都会公车。那我们明年开始就会来整并现有的这个公车比较热门的路线呢，来走市区的干道。其中有一条嘛亲自到场发表公车路网改善的成果，要将长途甲短途的公车路线需求会当区别，提供市民上方便快速服务，同时有效增加坐公车的人口，希望今年会当突破近1900万。台南市我们公车没有那么密集，所以我们必须要把乘客区分开来，那提供给乘客最便捷、最快速的运输，班次最多的运输，从而提升愿意搭公车的人口。那要有效提升搭公车的人口，就必须要有一些增加，把公车区隔出来，所以各取所需，长途、短途各取所需，那这样才能让搭公车的人口越来越增加。我们希望今年的搭公车的人口能够突破将近1900万，至少能够这样子。那目前去年已经到1700多万了，所以我们希望未来搭公车的人越来越多，这样才能减少自己开车，减少交通的拥塞，也增加了都会运输节能减碳的一个目标。台南全新的厝边公车901、902两条路线，拢由虎城客运公司营运，佮是全新引进的 Model T 电动公车来服务。对11月16号正式上路，比较市区公车的收费，欢迎民众多多利用，减少家己开车，嘛为环保尽一份心力。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其中为条伫参与台南市公车路网优化成果甲厝边公车启航的记者会后，针对16号就将举办的台南市长选举公办政见会一事接受访问，伊表示政见会就是爱将政见讲好清楚，也好好准备，卖避免口水战，因为用公家语言无的确占便宜。但是我们可能会用公平式的，因为政见会是让民众凭政见是来做口水战。那其实从台北市的这个辩论里面可以看到，事实上口水战的人不见得占了2票，所以说我还是希望说回归到政见，连很多不管台湾投台湾委很多地方的民众，现在看政见的人越来越多，看口水战的人越来越少。台南市第4届市长议员选举定11月26号举办投票，台南市选会安排16号到22号期间，伫北区文园、文成、原美里联合活动中心举办候选人政见发表会，包括市长候选人2个场次，议员候选人16个场次，每场次拢伫有线电视第3频道播出，欢迎民众踊跃收看。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选举连任的民进党台南市长候选人黄伟綽下晡来到下营上帝庙，伫台南市民进党党部主委潘新传以及市议员陈秋红、沈家峰、吴通良等人的陪同之下来参拜祈福，并宣布正式启动骑出来挺台南车队扫街。我们从10号开始请假，但事实上我们很多行程已经开始做，只是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宣誓从下营出发。下营台语叫做下营宣誓，除了我们市长选举会会赢之外，我们的议员，民进党所提名的各位议员也都要能够也都要能够顺利当选。因此呢，这个是宣示我们的决心，也宣示我们的毅力，也做一个好喜的好兆头。
针对这几天各家媒体大部分的民调显示，黄伟哲拢领先食量界顶人。对此，黄伟哲嘛讲出伊的看法。对于民调的部分，我们都予以尊重，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努力。所以说，不管是差几趴或者差几万票，我们都会全力以赴，也不会因为说差距很大，我们赢了很多就放松。在选举的最后阶段启动陆战，就是爱拼人气，把票吹出来。而且今年的选情相对较冷，有执政优势的黄伟哲，只要把市政维持好，就有可能来安全过关。台南新闻杨胜怀采访报道。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谢良介15号下午，伫个议会国民党团成员的陪同，共同召开记者会，针对6天前伫个客家区发生连开88层的重大事件，到目前无看到市长、市长，甚至是部长甲院长的证女，尤其被开层的所在，阁是议员候选人的服务处，甲民进党中执委郭在钦的一间公司。对此，议会国民党团甲谢良介质疑，是毋是甲卢渣或者是绿能光电的乌金有关系？要求警方一定要限期来破案。伊是黄伟哲的总干事啊，那是不是他当事人也要出来说明啊？贵在 Kim 你要出来说明，你总干事呢，你又不出来讲，那黄伟哲你更要出来说明啊！你怎么避起来嘞？台南市民看不到。一个88层开伫台南市，市长你无甲民众台南市民做一个交代。台南的治安需要大家共同来关心，那也希望说我们的市府态度一定要非常的积极，至少要还给我们台南市民一个安心的生活环境。轮廓越来越明，所以市政府越来越不敢办嘛。所有的包括业务单位，包括这些桥太阳能的，包括太阳能工程的。那这些利益不均，最后造成这种重大的开枪事件。说实在的，到台南市要搞绿能、搞绿电，谁不晓得必须要去找谁？为什么大家都听得到？难道警方、检方听不到吗？检调我们有沟通过意见，确实他们也掌控很多，但要抓到人，抓到人就能够水落石出。现在就期待市长你要下令限期破案，你不要再浑水摸鱼了。如果你在这种不积极的态度，那凶手永远抓不到。所以市长拿出你的魄力。今天如果我当市长，我一定会要求限期破案，还给我们台南市市民一个安心的居住环境。虽然案发当时市长甲警察局长有回应，强调会积极来侦办，并且表示证据到底就办到底，打击犯罪绝对无假期，而且警政署嘛马上派刑事局、南部大治中心来支援，市警局会统合各分局，共同组成专案小组，由检察官来指挥侦办。尽速破案，公布真相，尽速破案。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速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哈。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
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国师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速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2度就业，2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给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做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在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得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静心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台南市知名的东东餐饮集团为粤菜餐厅起家，到达旗下有10几间餐厅，近伫咧前一站得到米其林必比登推荐。伫今年正式进入第3大档，实在是无简单。董事长李日东特别感谢台南乡亲的支持，特别感谢我们全台南市的乡亲好朋友们，有了你们，东东才能从民国80年走到现在已经第30年。那希望请大家继续陪东东餐饮企业来走过第2个30年。伫台南市副市长戴谦以及多位贵宾的见证之下，旗下御用园餐厅重新开幕，特别加入梦幻粉红墙为录音棚展现主持少年人上喜意的元素，让因会当伫遮拍卡翕相。那御永人以它的前身是永恒天师，那永恒天师在早期是一个半套的自助式自助餐，那现在已经时代转变到30年了。那我们现在把它做一个比较年轻活泼的一个形式的呈现，它是一个网红的一个叫做西餐，那就是有叫无国界料理，我们有下午茶，有套餐，就是各地的异国料理都有。另外，为今仔日开始，只要到集团旗下餐厅用餐，消费满额就有机会抽欧洲来回机票、iPhone 14等一好礼。凡到东东餐饮企业的所有企业，你用餐满600块就有一个代币，就可以来扭出。我们这次的大奖有来回机票，有 iPhone 14，总共的所有奖品是全部100%是有得奖。最小的奖是咖啡1杯。所以我们是没有明谢惠顾的，所以我们的奖品高达300万。推出这个优惠活动，为的就是回馈台南的乡亲。好康的活动只有这一摆，千万爱把握机会，
欢迎大家前往品尝。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安南病院心脏外科主任，同时嘛是医疗副院长陈伟华表示，类似吴女士急性主动脉剥离，下更对肾主动脉一度剥离到双侧的髂动脉，并且合并迷走右侧锁骨动脉特殊构造的罕见病例，发生的几率只有10,000,000%。如果48点钟内无动手术，死亡率高达5成。发生不舒服的时候是凌晨5点10分。感觉喉咙有一个吼的声音，痛到差不多心脏这边，我就跟我先生讲说，我要喝一点开水，温开水就喝，还是很痛，我们赶快去急诊好了啦。他就带我们不然去急诊，我们到安南医院这边，我们这边我在港口这边很近啊，来到这边不用10分钟，我这边就自己开车过来，马上就检查，检查之后，他们说很严重，可能要赶快开刀，那就开刀了。吴女士在来的时候，其实她的症状也很罕见哦，她就是以吞咽困难来表现。那因为她后来有合并胸痛，然后我们后来检查才发现说，原来她是一个A 型的主动脉剥离合并这个迷走的这个锁骨动脉哈。那我们在知道他的病情的时候呢，我们就立刻紧急安排手术，因为我们知道 A 型主动脉剥离的死亡率相当的高哈。那在手术过程其实会稍微复杂一点，因为毕竟我们一般人是不会有多这条动脉从主动脉出来，所以手术过程必须要非常注意我们的脑部的这个这个就是灌流的状况。那同时呢，我们要重建这个锁骨动脉，会让手术变得比较困难。那幸好我们医院有这个新的这个复合手术室我们利用里面的影像去精准的定位跟整合，所以我们把病人的这个术前术后的状况比较清楚的掌握。然后在做完这些手术之后呢，我们还做了一次断层扫描，就是直接在复合手术里面做断层扫描，去确认说我们帮他这个重建的血管没有问题，也没有内漏的问题，然后也运气的不错患者在术后第1天就拔管，然后目前已经出院超过3个月以上，然后复查的断层扫描目前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也如我们的预期，我们要修补的包括深主动脉、主动脉弓跟降主动脉都有成功的做修补。为了会用一解完成深主动脉加主动脉弓的重建，同时佫无牺牲迷走右侧锁骨的动脉，安南病院利用拄完成做个上一个复合混成手术室，来进行全主动脉弓的置换加冷冻象鼻的手术，结合传统的手术加3维影像的呈现，和心脏外科的团队会用在影像的辅助下进行手术的精准导航，而且手术后嘛用透过机器来进行断层扫描，确认缝合处的支架放的位置是毋是有内漏或者是刷位，确保唔免重复出入手术室，分阶段来手术，减少感染加高风险手术的并发症。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有台式汉堡之称的挂包是台湾代表性传统小吃，但老滋味现在也能吃出新玩意。在高雄就有人将传统的台式挂包翻转出许多创意口味。本身挂包是我们印象中蛮深刻的一个食物，对，就是对我们来说这个很 local。那我们希望加入很多新的元素，除了让大家吃到最传统的一个食物之外，那也能创造出很多的新意，想让大家有更多不一样的选择这样子。我们其实很琢磨在传统口味的味道上面，所以很多长辈其实第一次接触的话，我们会建议他先从我们的招牌卤肉酸菜先做入手。那后续他也渐渐能够尝试一些新的口味。那我们其实，在口味研发的部分，其实我们希望能够让它做到无违和感。结合传统与创新，创意挂包成了许多人下午茶的首选。口味上的多样化，甚至跳脱传统框架的局限，蹦出老少咸宜、甜滋滋的好味道。就是我们会希望增加很多元素之外，也希望让一些也喜欢甜食的人那也能够接触到这一块。所以我们有推出了像天前张挂包，那我们常态的有红豆甜心麻糬，也是我们自己自制的红豆奶酥，然后搭配炸汤圆去调配出来的一个新口味这样子。像我们其实原本设计甜口味，原本是设计要给女生，因为我后来发现，其实男生客人现在非常多喜欢甜口味的。我就是最喜欢买那个甜的，我每次也都买甜的，然后我老公是爱那个招牌，因为那个甜的那个
QQ 的啦，然后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外面很少挂包有做那种甜的这样子，就还蛮好吃的，小朋友家人都喜欢。讲食墨西哥的啊，无食虾啊安尼，就较有气味，这气味较好。无论你是喜欢甜滋滋的红豆甜心麻糬，还是传统咸口味的招牌卤肉酸菜，甚至是清爽的和风优格沙沙虾，带点微辣的墨西哥腊肉酱鸡腿排，多种口味分量十足，绝对能让你度过幸福的下午茶时光。记者曾佩云、周福庆高雄报道。艺术创作，咖啡就是老板的画笔与画布，从选豆、挑豆、烘豆到一杯好喝的咖啡完成，一个一个步骤一点也不马虎，每一个小细节都会影响咖啡的风味，所以每30秒就要记录一次咖啡豆的状况，频繁的调整风门，随时查看咖啡豆的状况，还要仔细的挑豆。老板就想为客人们带来一杯香气不凡的咖啡。不管是艺伎那么贵的豆子，或是一般的豆子，一定要挑豆，烘豆之前要挑。那烘豆之后，一些浮豆啦、贝壳豆这些影响风味的东西还是要挑。这是我们的坚持。都常常会觉得说，同样一只豆子，为什么很多咖啡厅冲出来的味道会不一样？烘豆子之后，你就会想到说，这只豆子我要表现出什么样的风味跟味道？自己了解了以后，加上自己的冲泡方式、冲煮方式，才能够表达出我要跟朋友分享这支咖啡的风味、味道跟它的回甘。厉害的不只是咖啡，还能拥有在充满文艺气息的艺廊中喝上一杯美味咖啡的体验。在品尝咖啡之余，也有非常美味的餐点，有幽静的气氛和美丽的艺廊，是放松休闲的好去处，更能调剂忙碌疲惫的身心灵。咖啡跟艺术又能够带给来这边的朋友们比较好的氛围跟轻松的一个空间，所以就会从咖啡厅这一块跟艺术做结合的方面下手，找好的艺术品来展，一方面去达到分享咖啡，也分享了艺术这一块。在搜集画作的过程中，虽有不顺利，就算被拒绝，老板也没有选择放弃，而是不断精进自己，使咖啡厅也一点一滴在成长。挫折化为养分，将它开出更美丽的花。他很直白就告诉我，小周，您色拉威的展出有一些水准真的不够啦我如果去那边展，真的是降低我的格。我就是想要改变，我才去拜访老师，我要怎么办？所以我就常常到各个老师的工作室，这些老师都非常棒，他都愿意教我。这几年慢慢在改变我们现在也变成说，由于老师给我的观念上面所以我朝着更艺术性的部分去发展，带给我们高雄有更多不一样的一个艺术语言跟氛围，让它更活跃一点。从老板对咖啡的讲究与坚持，对艺廊的精进与努力不懈，能深切体会到他对咖啡的热爱和对艺术的热情，创造出一个大家能坐下来好好休息、享受生活、一间慢步调、惬意美好的咖啡厅。记者王英化、周辅庆，高雄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